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高雄为一个太太来报案，讲伊房间啊底的保险箱内底放定存单、甲一寡金仔、甲现金，总价大是200多万，去互偷搬去。啊，警方初步来调查，这个门锁并无互破坏的痕迹。警察即摆是咧清监视器，看是毋是有可疑的人物。有水库念的啊。 你讲迄个保险箱？系啊。卡灯掀开，窗仔边抑阁看会到痕迹。调查头的单身妇人人讲，互偷摕保险箱原本就放伫遮。掀开吼，要倒了，我死牙蛋呢。保险箱的窃盗案发生伫咧高雄小港。调查头的妇人人讲，昨下晡伊4点外出门，暗时8点左右到厝，到房间要休困的时，才发现保险箱无去啊。 就发现保险箱规拢无呀，大像一个烤箱安尼啊，金啊1两外，定存的单是200。妇人人的厝内人讲，保险箱内底有邮局欠的200万，金啊现金大约16万，是妇人人辛辛苦苦欠的。想袂到出门一抓，转来竟然就互偷摕。嘛有透露，为着互亲戚朋友方便出入，有伫咧门口的下橱啊放一份锁匙，怀疑贼仔早就已经将伊锁定。啊，伊是开锁入去的哦。开锁入去的。 毋知关卡，阮的叫关卡偌久啊，毋知影。阮厝边遐讲，这2天啊，有那2、3件迄种，那洗手擦呢。经本分局初步调查，民众上锁大门未遭破坏，并查该路段自112年一经受理。 报案窃盗案既有1件。警方接到通报了后，就调监视器，不过拢无翕到贼仔的形影。目前收集相关的痕迹证据送验比对当中。这个保险箱窃盗案到底贼仔的身份是啥人？警方全力调附近的监视器追查当中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